好，全部馬匹準備討論第8場3分1路50米，立即展開角逐準備。一起步快嘅馬有99圍攻啊，埋欄嗰隻就係南區之星，出面咧就開心勇區埋緊嚟嘅。咁啊後少少嘅馬啦，有呢一隻嘅大學生啊，咁啊橙衫嗰隻就係曾友啊。咁啊殿後4匹啊，有醒目先驅啦，跟住啊時時精準大千氣象啊，仲有2匹嘅。咁啊就係有財有勢同埋自力更新啦。好啦，啱啱轉第一個彎嘅時候啊，領先緊呢就係開心勇區啊，第2紫色衫嘅就係99圍攻，第3啊亦都係另一匹紫色衫就百威多人啦，第4位藍色衫嘅埋欄嗰隻就係南區之星，拍住佢亦都係藍衫嘅大學生啦。咁啊再後多層嘅馬啦，有醒目先驅咧，跟住有真有嘅尾4隻啦，有時時精準大千氣象，自力更新暫時殿後咧就係呢一隻有財有勢啦。好啦，轉仲係直路階段，第一個直路嘅時候，領先緊呢就係呢一隻嘅開心勇區，跟住咧就係隻百威多贏啊。咁啊第3位咧仲係99圍攻，第4係大學生，第5南區之星，第6咧就係醒目先驅，第7就係呢一匹嘅曾友啊，咁啊包尾4隻啦，時時精準大千氣象，自力更新暫時殿後咧就係隻有財有勢。好啦，轉第2個彎嘅時候啦，領先緊仲係隻開心勇區，拍住咧就有百威多人上啦。咁啊埋欄咧就99圍攻，第4位咧藍衫大學生，第5啊埋欄嗰隻咧就係呢一隻嘅南區之星啊。好啦，轉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透出嘅仲係呢一隻嘅開心勇區，埋欄嗰隻99圍攻好似有少少墮退啊嘛，南區之星都打上嚟啦，潘頓。咁之後大學生亦都衝喺出面咧，有呢個醒目先驅大外動作，有財有勢。接近終點嘅時候，南區之星啊輕鬆以1個馬位姿態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有財有勢。第三大學生，第4啊，即係曾友埋邊啦。係啦。 5、4、9、2啊，暫定名次啊。